10月28日，這個原本平凡無奇的日子，卻如同一記重錘，狠狠砸在了港圈的心臟之上，成為了整個圈子最悲痛、最黑暗的時刻。在這一天，兩位備受矚目的名人相繼離世，宛如兩顆璀璨星辰瞬間隕落，讓無數人沉浸在無盡的哀傷之中。這一天，不少明星忙得腳不沾地，竟要先後前往兩個不同的地方，去送別這兩位離世的故人。那種痛心與無奈，如潮水般在港圈蔓延開嚟。虎嘯紅，這位在港圈摸爬滾打多年的資深藝人，被緊急送往醫院後，僅一天的時間，便永遠地閉上了雙眼。在他陷入昏迷的那一刻起，就再也沒能與家人做最後的道別。這份遺憾，如同尖銳的刺，深深扎進了家人的心中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虎嘯紅其實早就有暗疾在身，只是平日里身體旋算硬朗，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異樣。此前，他和女人一同回到家鄉尋早，有網友偶然間發現，他走幾步路就攰氣喘吁吁，上樓梯時更是滿頭大汗，顯然身體已經出現了問題。然而，他總是以樂觀、健康的形象示人，每周都會和女兒一起，不是外出玩樂，就是窩在家裏打遊戲，看上去精神矍鑠，絲毫沒有病痛的痕跡。誰能想到，命運竟如此殘酷，他會突然發病，被送進重症監護室，從此再也沒有醒嚟。好在他離世之前，得到了無數後輩和朋友的關懷。生前的好友們、後輩們紛紛趕到醫院探望他。該女人佘詩曼更是心急如焚，連夜衝澳門趕回，一直守在他身邊，直到凌晨1點才不捨地離開。可命運就是這般弄人，就在他離開不到2個小時，乾爹便在睡夢中悄然離世。周潤發、黃宗澤等港圈里20多位知名明星，也都匆匆趕到醫院。苦多人在醫院里一直等候到晚上10點過，親眼見到他病情暫時穩定後，才帶着滿心的擔憂和不捨離開。虎嘯紅在演藝生涯中塑造了眾多經典角色，他一生演的胚人比好人多，但戲外的他卻是一位暖心人。他對後輩總是加以鼓勵，給予他們信心和支持，對家人更是百般寵愛，盡顯溫柔與關懷。他離世前1周，船和女人一起玩鬧，兩人船興致勃勃地約定好下個月要去內陸旅遊一番，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。誰能料到1周之後，女人就要面對為父親操辦葬禮的殘酷現實。父親病重後被送到醫院，女人一天一夜都沒有離開，一直守在父親身邊，眼睛緊緊盯着重症監護室的那盞燈，盼望着能有奇蹟發生。虎嘯紅離世後，女人哭得肝腸寸斷，渾身都在顫抖，那無法接受的悲痛之情，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為之動容。然而，命運似乎並不打算放過這個已經沉浸在悲痛中的港圈。在虎嘯紅離世不到2個小時後，同一個歐域的醫院里又傳出了一個噩耗。關海山唯一的合法太太陳體容，舊病復發住院，經過一番救治後，船是磨礪回天，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。從他進入醫院到離世，僅只有1個多小時的時間，離世得如此倉促，讓苦多人都措手不及。得知這個消息後，很多明星都是從許紹雄所住的醫院匆匆趕過去的。關海山的小徒弟也心急如焚地趕到現場，為自己的師娘送終。陳體容和丈夫相識於新加坡，兩人結婚沒多久，丈夫就中風了，生活無法自理。當時的他雖很年輕，卻並沒有選擇離開，而是一直不離不棄地陪伴在愛人身邊，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擔。2006年，丈夫又在家裏突然摔倒，滿身都是血，她當時又恐懼又害怕，但全是第一時間去找醫生。可惜，丈夫的身體素質已經嚴重下降，最終還是救治無效身亡。快20年過去了，如今她也得以如願去陪伴丈夫，或苦在另一個世界裏，他們能夠繼續攜手前行，也算是含笑而終。陳體容的兒子同樣無法接受母親的突然離世。離世前1天，
他知道現在流感有些嚴重，便去接種疫苗。危子知道後，當天晚上旋和他打視頻，母子兩人雖然異地住着，卻彼此關心着。看到母親的身體狀態比較好，他才安心地關掉手機，繼續工作。可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去上班一攰人，就接到了母親離世的消息。這突如其來的打擊，讓他如何能夠接受啊？關海山的小徒弟艾威，也在幾天前去探望過師娘。當時，他船帶着師娘去周圍的公園裏轉了轉，看到師娘的身體很好，走路也不氣喘吁吁。船調侃師娘這幾年保養得算不錯，看樣子能活到100歲無恙。聽聞師娘離世的消息，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只覺得這是媒體在造謠。如今同一天離世的兩人，又彼此印字，他們的家人已經確定好，下周會在沙田火葬場舉辦公開的葬禮。屆時，港圈的眾多明星和粉絲們都會前往送別這兩位故人，為他們送上最後的敬意。說起艾威，他在短短4年裏，相繼送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3個人。2021年，塔叔因為重病悄然離世，他連對方最後一面都未曾見到。師父關海山一生只收下2個徒弟，大徒弟就是塔叔，小徒弟就是艾威。師兄弟兩人一起在娛樂圈裏打拼數年，感情十分深厚。自從師父離開人世後，師兄就對他百般照顧。逢年過節，他們會一起去看望師娘，也會到彼此家裏一起吃頓飯，增進感情。2025年，艾威的妻子陳美玲因為家族疾病，病發住院後迅速惡化，在5月份突然離世。他和妻子兩人分分合合20多年，感情已經無比深厚。在最愛對方的時刻，卻要經歷生離死別，這種痛苦如同墨箭穿心，讓他幾乎崩潰。陳美玲2002年就嫁給了他，但婚後的妻子喜歡打麻將，兩人因此分開過一段時間。後來妻子生病了，他又和妻子復合，不惜花光白脈家產給妻子治病，之後更是負債累累，只為保住妻子的命。然而命運並沒有放過這對苦命的夫妻，不到半年，唯一痛愛他的師娘又離世，至親至愛都和他陰陽相隔，這種痛心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。這不禁讓人想起生前許紹雄說過的話，都以為船有來日方長，殊不知我們都未必會有來日。那些船未說出口的愛，船未去見一面的人，應該早早去完成，而非等到彼此生死離別，只剩下惋惜。今年的港圈已經有多位知名明星離世，看到他們的悄然離去，只留給後輩們無數的嘆息和後悔。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娛樂圈裏，大家都在努力地打拼事業，殊不知身體才是革命的本錢。當我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拼命工作上時，卻忽略了身體的健康。命真的不長了，若是虎少雄早知道當年的拼命會給身體留下那麼多的暗疾，他船會一股腦人地把自己困在劇組裏嗎？多活一些時日，陪陪家人難道不好嗎？歡喜哥走了，霞嫂也走了，一天之內兩位名人的離去，無疑是給港圈帶來了一片壓抑的悲痛。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，他們獨自承受着辛酸的一面。我們看到的歡喜哥，是那個在舞台上嘻嘻哈哈，給觀眾帶來無數歡樂的藝人。我們看到的蝦嫂，是陪伴在丈夫身邊，留下一片真心的好女人。然而，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，歡喜哥也有奮鬥後留下的疾病，早就不是那個能蹦能跳、活力四射的明星。霞嫂看似很好的身體，也早就是暗疾纏身，可能一個很小的意外，就會引發她的離世。希望他們來生能夠退離病痛，好好保重身體，過上健康、幸福的生活。港圈的這場悲歌，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。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裏，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個當下，珍惜身邊的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願逝者安息，生者堅強。也希望港圈能夠早日走出這片陰霾，
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。